咱们开始吧。都静静，听我说。林二奶奶的事儿，府上没藏着掖着，料你们也都知道了。如今老爷太太出行在外，二爷请薛姑娘来咱们府上管事儿。日后啊，这薛姑娘的话就是主子的话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好，下面请薛姑娘训话。既是日后要与大家一起共事，那我这里就实话实说了。听说库房总管吴新登走了，还顺手牵羊拿走府上不少东西，这原本是府上奴才的罪过，可听说反倒有人要学他的样儿。我跟你们说，千万别这么着，要不然你们会吃大亏，走到哪儿都不安生。俗话说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这府上人心惶惶，也是有个源头的。我看无非让这么几件事儿给闹的。这一个就是传那有鼻子有眼的李家罪产，说那原本是皇上查抄李家的钱财，如今却藏匿在咱们府上，这就叫隐匿罪产，同样也是抄家的罪。这事儿这么一传呢，好多人都慌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弄得府里的谣言比夏天的蚊子还多呢。可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个谣言，没影儿的事儿。我请问你们，既是李家罪产，藏匿在咱们府上，总要有个进出吧？你们哪一个看到了？恐怕都是听说的吧。若真是有哪个人看到了，说出来，你们看到了多少钱财，我就赏你们多少钱财。有吗？有的话，就在这说出来。根本就不会有，因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，完全是子虚乌有，是有人造谣。我猜啊，那造谣的就是库房总管吴新登。府上都已经报官了，官府正在缉拿他。你们信着我，等抓到他以后，官府定会治他的罪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月有阴晴圆缺，家有盛衰起伏，事有翻覆消长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俗话说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不说臣下本有过失，就是无瑕无疵，圣上责罚惩戒也只在一念之间。这样的事儿倒总是会有的。你们呢，是这家里的奴才，主子们得了好，你们跟着沾光；主子们若是有了过失，你们总不能落井下石吧？哼，都要跟着主子享受阳光雨露，却没有一个愿意同舟共济，这也太不是个东西了。可我这话呢，也就是说说，因为如今咱家的主子在皇上那里圣眷正隆，二老爷家的长女是哪个？不说你们也知道吧？那就是皇上亲封的贤德妃，更是宠幸正浓的时候。主子们在宫里头受着恩宠，主子的家就是铁打的江山。一个吴新登的谣言，就把你们弄得一个个耳根子都软了。除了听信谣言，把皇上对咱们赵家的恩宠恩德正眼也没瞧见，这不是都瞎了眼睛吗？好了，这些只谣言正视听的话，我就说这么多。既是要我来管这府上的事情，有这么3件事儿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。这头一件呢，方才已然说了，就是那吴新登既是卷逃在外，也已经报官追究。
先把他家的宅子伐没，也算是恶仆事主，恶有恶报。日后再有谁跟他一样，准定跟他一样的下场。这第二件就是啊，愿意走的，不管为了什么，我绝不挽留。俗话说，心走人不留，就是这个理儿。凡是以前聘来的，如今想另攀高枝儿，咱们好说好散；凡是府里花银子买来的，如今愿意赎身，好啊，同样放行。就是咱们府里家生家养的，只要你真的愿意离开，说出道理，主子们倒也乐得施恩赐赏。这说了犯事儿的，又说了要走的，这第三件就说说这甘心留下的，同样也把话撂清楚。府里摊子太大，以往糜费过甚，今后要精兵简政，把银子和力气都要用在刀刃上。那就少不得大家辛苦些。那减员剩下的月银，咱们拿出50%，专门奖励那些不信谣、不传谣、忠心耿耿维护太平的。只要不生事端，干得好，我是都会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的。等二老爷、二太太回来，我会一件一件说给主子听，待你们讨赏。大家看，这么做可好啊？好，好，那既是大家都同意了，就这么办了。都散了，去做事吧。哎呀，姑娘，您喝点水。来。好啊，这可真是个好。没想到这薛姑娘说起事儿来，一条一条，头头是道。看来我没走眼，你也要多学着点儿。日后果真做了二奶奶，这府上的事儿不会总是有人帮你。你少来，我做不做那个二奶奶还得另说着。倒是薛姑娘，要是做了未来的秦二奶奶，你这个连二奶奶才真正是后继有人。这话你可别这么说，让咱们那位林姑娘听到，那还得了啊！我是说这个理儿，日后秦二爷果真娶了林姑娘，那咱家的秦二奶奶倒是有了，可要再出个像你这么强亮的管家人，那就不可得了。除非啊，这位二奶奶不姓林，倒姓薛。这话你可不能外头说去啊，小心惹祸。我知道。薛姑娘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啊？哦，说是去看林姑娘去了。瞧瞧，人家这才是会做事，滴水不漏。记得前年，你跟三姑娘就管过这府里的事情。可那时你跟我一样，也是住在这园子里的。如今，你和薛姨妈住在外头，我就想，不知薛姐姐肯不肯来啊？那你说，你是愿意我来呢，还是不愿意我来？姐姐说呢？我如何知道你如何想啊？薛姐姐这么说，可真是瞎了心了。不管有没有凤姐姐不再管事的事情，我哪一日不盼着薛姐姐来？我是从来没有想过，薛姐姐会来管这府上的事情。我盼着姐姐来，跟我说说话也好啊。其实，我又何尝不想来找你玩？我待在家里闷得发慌呢。现在好了，你反正又来了，是不是还住在恒芜院啊？我倒是想住在老地方呢，可是空了许久，怕是脏乱得很。凤姐姐已要人收拾去了，目前跟凤姐姐一起，先住在东跨院。你还是快些住过来，我想找你，迈开腿脚就到了。姑娘，秉薛姑娘，
我家奶奶请姑娘快去，说这前头又有人闹事了。哎，我就知道，既接了这样的差事，就别想偷个清闲。妹妹先歇着，我再来。嗯。姑娘，这会儿还不歇着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是有些乏了。你去忙你的吧，我自个儿歇着。是。哎，真够呛！难不成这会子也有了什么心事儿？姑娘睡下了，该睡下了吧？我出来时他就乏了。那我告诉你件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姑娘。说吧，我还忙着呢。刚才莲儿奶奶身边的丫鬟彩明，你看见了吧？这件事儿就是她告诉我的，说昨儿个薛姨妈来，跟莲儿奶奶定下一件大事儿。原来薛姑娘这回来咱们府上管事儿，是薛姨妈跟莲儿奶奶一起定下的。这有什么呀？莲儿奶奶伤了筋骨，想找个人来帮忙。薛姨妈呢，又跟她是一家子，就商量着让薛姐姐来，这很对呀。可是薛姐姐愿意来，总得为了点什么。这能为什么呀？为了当咱们家未来的秦二奶奶。胡说，哪有这回事啊？未来的秦二奶奶铁定是咱们家林姑娘，这是老太太生前就定下的，哪个敢改老太太的章程啊？切，你是不知道，人家可不管这些。反正老太太现在不在了，如今府上管事儿的还不是二太太？你没听说吗？她早就不愿意让林姑娘做她的儿媳，以前是碍着老祖宗的面子不好说，可如今还怕什么？薛姨妈又是她的亲姐姐，现在有了这个岔口，就赶紧请薛姑娘来府上管事儿，管好了就算立了功了。日后改了老太太的章程，也没人敢说什么，不是？照你这么说，这还成真事儿了？可不怎的，你没瞧见薛姐姐把府上的事儿管得多顺的，这都是有人给她撑着腰杆子呢，不然她一个外来的，如何管得了？可这日后话就好说了，太太要薛姑娘做儿媳，薛姨妈希望薛姑娘成为秦二奶奶，一切说起来就顺理成章了。他们会说，不是薛姑娘，别个凭她是谁，要做秦二奶奶，她可管得好这个家呀。照你这么说，还真是的，可不是怎的。薛姑娘是来立功的，就是为了日后替了咱们的林姑娘。我看这事儿啊，是板上钉钉了。你想啊，咱们家林姑娘哪有薛姑娘的本事，整天病病歪歪的，别说管府上的事儿了，怕是日后连这园子里的事儿都管不了了。真他奶奶的，这谁能当秦二奶奶？难不成还打起擂台来了？姑娘在屋呢，快倒茶，快倒茶！呸！瞎嚷嚷什么啊你！姑娘，姑娘，你没在床上歇着呀？我这就倒茶去。不必了，你这就扶我去躺下。好。嘿，嘿，哎，珍珠姐，快来啊！姐姐，来呀，一起玩，快来，一起玩耍吧。来，到那边站着，你接住了啊！在下这趟镖已安全护到了，这就跟老爷太太告辞了啊！虎掌门一路辛苦，有劳了，告辞。走好。听我的啊，这次啊，咱们都让他。我看呀，老祖宗的灵柩放安稳了，祭田也买下了，这2件大事情咱们是做完了。日后
珍珠就留在这儿，跟他父母一起，给咱们守着这个老宅。晴儿呢，也该收收心了。回了京城，老爷该管束得更紧些才是。若是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情，咱们这就该回去了。你说的是，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那笔李家罪产的事。回去要紧着处置，不然怕是要捅出个大娄子。那，老爷，咱这就走。行，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家媳妇，也不瞧瞧你那身子，日后是你伺候我呀，还是我伺候你呀？真是的，也不瞧瞧他是哪儿来的，还想跟我家君儿争抢秦二奶奶的位子。呸！姑妈放心，我先安排咱们家姑娘在府上做事，这做的可是将来二奶奶该做的。等将来咱家姑娘立了功，这秦二奶奶的位子铁定就是咱们王家的。人家是有爹有娘的，就是王家的亲人也有许多，个个帮着他。我呢，却是没有爹，也没有娘，林家的亲人也全都不在了。以往就指望着老太太给我做主，如今老太太去了，又有哪个管我的死活？姑娘睡下了，这下雨了，天也黑了，姑娘还是吃些东西再躺下，喝些粥也好啊。啊！我不想吃，你不必管我。那好吧，姑娘若是要什么，唤我便是，我就在帐子外头。在一起，不离不弃。若水3000，我只取1瓢饮。
我且去问问宝琴，他才说过的话，难道就不算了？他若是说话算话，太太和薛姨妈，还有凤姐姐，又如何会那样待我？宝琴，宝琴，开开门，开开门！宝琴，宝琴，是了，太太和薛姨妈，还有凤姐姐他们说的事情，宝琴原来是知道的，所以我拍门她才不开。他原是亏了心。秦二奶奶，我在这儿呢。不是跟你们说了，当着林妹妹的面儿，别这样称呼我，要不然她会生气的。姑娘，这下可好了，姑娘总算醒过来了。来来来，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你可真吓死人了！你说这大老晚的，又是雷又是雨的，怎么偏要跑到外头去啊？我猜想啊，妹妹一定是做梦演着了，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若不是英哥发现的早，一整夜在外头教着，冻也冻死了。为何不让我死？你看看，你怎么还说胡话呢？啊，真是的，你以为你还在梦里头啊？我看还是让林姑娘再歇歇，过会儿咱们再来。我去送送雪烟，你先在这儿照顾着啊。啊。雪烟，她要吃什么喝什么，尽管告诉我。是。妹妹，你好生养着，我们再来看你啊。走吧。姑娘一定饿了吧？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侍弄去。把藏香点上。是不是要写字啊？写字总要劳神，我看姑娘还是先吃点什么再说。趁我这会儿还有点力气，还是再写几个字，然后我走了。你们见了我的自己，就算见了我的面儿了，姑娘又说这些，让人家好难过。原来是彩明那个死丫头，她懂个屁呀！倒编排出这么一大堆谣言，差点害了林姑娘的命。看我回去不打死她！也难怪人家把薛姑娘编排成未来的秦二奶奶，你也实在太能干。那些个爱嚼舌头的，免不了会这么猜想。若真是害死了林妹妹，我就是死也饶不了我自己。如今可怎么办啊？那林妹妹是个疑心重的，怕是跟她解释不清啊。解释？还解释什么呀？我这就把彩明那个丫头揪出来，让她跟林姑娘说的那许多话，全都是她瞎编的。凤姐姐，我看这不是个好法子。你把昨天说过的话，今天就一口否定了。那林妹妹是个多聪明的人呢，一眼就能看出那背后有人主使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话倒是对的。可是这个铃如何解，咱们还是要再编排一下才妥帖啊。是。你们快去劝劝姑娘吧，我嘴皮子快磨破了。
他就是不吃不喝。难道他要绝食吗？我们去看看吧。走。爱莫大于心死。咱们编排的这出戏，总要把林妹妹的心给说活泛了。雪雁，雪雁，哎，雪雁你在呀？我家主子让我来瞅瞅你家姑娘怎么样了。你过会儿再进去吧，林姑娘刚睡下。那咱俩就在这儿说说话。行，可得小点声，别惊着姑娘了。走吧。你前日跟我说的，他们王家人商议着要薛姑娘成为秦二奶奶的事儿，如今怎么样了？呀，这事儿你还记得呢？废话，这么大事儿我能不记着吗？我看到不了那一天，吴家姑娘就得让他们给气死。这么严重啊？那我可真是罪该万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快说。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，虽然是我猜度主子们的意思，但是大体上是没错的。你想啊，他们王家人自然愿意本家的薛姑娘成为未来的秦二奶奶。可是啊，事情就在昨天，突然来了个大翻个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快说。嘘，哦，是我偷听到的，主子们不让外传。哎呀，好，你快说。是太太从金陵那边给我家主子来了封信，这跟秦二奶奶的事儿有什么干系？干系可大了。那天我们老爷、太太和秦二爷刚到了金陵老宅那边，他们头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把老太太的灵柩给安稳好了。这谁不知道啊？老爷、太太、秦二爷到那边去，不就为了这事情吗？可就在刚刚安稳好灵柩的当天晚上，老太太的神主就显灵了。真是胡说！嘘，你可别瞎说，得罪了老太太的神主，你不想活了。再说了，我们家主子还有薛姨妈，可都是相信这件事情的。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是太太来信说的。老太太的神主没有去见老爷，也没有去见秦二爷，偏偏去见了太太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老太太给太太托梦，本来就是要说秦二爷和林姑娘的婚事的。可是老太太说，她知道太太不大赞成林姑娘成为她家的儿媳，所以特地来找她，说绝不能违拗了她的意思，不然老太太会天天跟她说这件事儿。老天爷，这怪吓人的。太太的信上说，老太太当天晚上就逼着她写了这封信，要她赶紧交给我们家主子。这又是为什么呀？太太的信上好像是说，老祖宗说府上的人都变得不怎么听话，老太太说要以正视听。我还是不大明白。哎呀，我也不大明白，但是我家主子信这个，你是知道的，所以他可害怕了，立马就把这个事情跟薛姨妈说了。这还真是犯了个大个。薛姨妈怎么说？薛姨妈还能怎么着？赶紧着抽身退步了呗，否则老祖宗的神主回头再找了他，那他就更加抵挡不住了。这下可好了，我家姑娘总算能如愿以偿了。但愿她不再疑神疑鬼，好生等着秦二爷回来。坏了，是不是林姑娘听到咱们说话了？姑娘，扶我起来。来，我很想吃点什么。这可好了，姑娘，这桌子上有一些，姑娘若是不爱吃，我这就去给姑娘做新的。不必，就先那块点心，我稍微吃点儿。哎，姑娘，
方才迷迷糊糊的，好像听你在与什么人说话。啊，是莲儿奶奶屋里的彩明。你去让她进来说话。是。彩明，哎，你进来，我们家姑娘要跟你说话。啊，林姑娘，我家主子让我来看看姑娘，问姑娘想吃什么，她好吩咐人去做。你回去跟凤姐姐说，多谢她惦记着，我已然大好了。是。就这么多？是。我和雪雁全都说了。你瞅着林姑娘会相信吗？信。林姑娘不在绝食，开始吃东西了。还真是的。薛姑娘的计策果然比灵丹还灵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就是让凤姐姐做了一回恶人。你还不是一样，把你娘也捎带进来，让姑妈做了打鸳鸯的棒子。哎，我还真是想问问你，姑妈真盼着你成为咱家的秦二奶奶？说实话，我妈还真想这样。那你呢？也说实话。实话呢，我知道啊，他们俩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生死冤家。怎么说？凤姐姐不记得了。那一年，英哥不经意地说了句林姑娘要回南边去了，把秦二爷差点没急死了，闹得家里鸡飞狗跳的。后来直到林姑娘亲口说她不会走，这才算完。如今呢，又是你家丫鬟不经意的一番话，又把咱们林妹妹弄得死去活来的。你说这不是一对生死冤家是什么？我呀，还不赶紧躲着点儿，倒要掺和到里头去，这不明摆着自讨没趣儿吗？可我总觉得呀，这事儿还不算完。怎么说？你编排出的这个故事呀，有一点我是不信的。老太太既然不会托梦给太太，太太也绝不会写来那么一封信，因为太太的心思还真就是像你说的，她不愿意让林姑娘做她的儿媳。真好，你看飞得可真高啊！公主飞得好高啊！快看，把线送长一点，真高！啊，真好，好了，我想飞还高，就这样，再高一点，再放一点线吧。哦，我都超过它喽！皇后，皇上有请。很急吗？是，皇上说有些事儿一定要皇后知道。灵儿，快下来，跟额娘走。我再玩一会儿。别玩了，你得跟着皇额娘啊！我不嘛，我就要玩一会儿。皇后娘娘，这里有臣妾照看着。这孩子太贪玩了，你得不错眼珠的盯着他。是，请皇后娘娘放心。那走吧。恭送皇后娘娘。哎呀，真高啊！抱琴啊，小爷怕是渴了吧？是。飞高起来，快飞呀！飞得高一点，慢点啦。转两下，这样真好玩。再高一点，再美一点。你看，更高了。小爷，飞得再高一点。小爷，我们喝点水再玩吧。不渴，不渴，一点也不渴。喝点水再玩不会耽误功夫的。不渴，不渴，我说不渴。快飞呀！飞得高一点儿。来，我们先喝口水啊。不喝。啊！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你陪
好，好，好，我陪你个更好的啊！我就要这个。哎，小爷，小爷，你别跑！哎呦，小爷，我让人去给你拿。小爷，我才来吧。小爷，当心摔着。小爷，当心。小爷，你快下来吧。小爷，有什么？你不能上去啊！危险！快过去看看。灵儿，危险！灵儿，下来！危险的，灵儿，快下来！危险！快下来！哎呦喂！小爷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启禀皇上，小爷，福的、命的、造混的，你们都下来，快去换太医了！快！莲儿，你可真不让皇额娘省心。妈妈，妈妈，没事了。妈妈。皇上，